Don't you notice how I get quiet when there's no one? 在看什么啊？看書。行了，別裝了。咁關於呢一套辦公室嘅設計理念呢，我哋係以一個鋼鐵叢林嘅一個設計理念去做嘅。首先嚟到我哋入戶呢個位置啦，咁我哋係用咗一個弧形、一個波浪式嘅一個設計，用一個玻璃磚去做翻個銜接位，咁令到我哋呢個波浪形嘅造型呢唔會話太死板。咁同時玻璃磚佢個好處呢，可以增加到我哋一個採光度啦，時還有我哋視野一個延展性。工作區嘅呢一個位置，對比用啲牆去間隔或者用啲板去間隔，咁呢一次係用咗弧形嘅一個地台形式去作為我哋一個分區作用。無論係邊一個辦公區都好，呢一個位置嘅話都唔會話覺得太單調。咁同時我哋呢個空間，我哋一行到入嚟門口係一覽無遺嘅。咁依家嚟到我哋總經理嘅一個辦公室啦，大家可以睇到，無論係工作區啊，又係我哋總經理嘅一個辦公室，天花呢，我哋都係冇吊嘅，就係為咗凸顯我哋鋼鐵叢林一個設計理念，比較粗獷、比較特別嘅形式。喺我哋總經理辦公室，我哋可以睇到呢一個180度嘅一個大海景，對面就係澳門塔啦。我哋會用翻 PU 嘅材質嘅板啊，同埋我哋天花都係用咗大部分綠植嘅裝飾去作為過渡，咁令到我哋整體一個空間唔會話覺得特別冰冷。呢一個茶室呢個空間呢，會比較放鬆同埋自然。咁同時我哋櫃體方面呢，都會大部分用到呢啲鐵鏽式嘅飾面板啦，同埋我哋呢啲大面積花紋嘅飾面板，去凸顯我哋主人家對於藝術性嘅一個追求。整一個設計項目入面咯，我哋會用到好多唔同嘅材質，去令到我哋整一個辦公室唔會話覺得特別傳統同埋單調。呢一個辦公室更多嘅設計理念係一個會所，大家可以睇到啲鏡面玻璃啲元素啊，同埋我哋整體都係會用到微水泥一個塗料去做到無縫一個設計效果。整一個項目嘅一個落地出到嚟嘅效果呢，唔會話特別於傳統，去凸顯到我哋主人家年輕不停咁去創造革新嘅一個工作理念。